滅燃點，智能微型烈火模塊 1.0 滅火試驗。打開電箱門，將微型烈火模塊黏貼喺電箱側面或頂部。將感溫線固定好，將助燃劑倒入燃料罐，關閉電箱門。本次試驗模擬電線真實短路起火，按下電路開關，電線由於短路產生明火，微型烈火模塊迅速啟動，釋放大量惰性氣體，精準撲滅明火。打開電箱門，會見到無毒惰性氣體冒出。準備做復燃試驗。點着燃料罐，發現仲有剩餘助燃劑，證明火係被滅火模塊釋出嘅惰性氣體所撲滅。關閉電箱門，試驗完畢，謝謝收看。